在地人在地情来讲，昨农历的6月24是天赦日，嘛拄好是关圣帝君的生日。台南善华的庆安宫特别准备寿桃寿面，甲关圣帝君来做生日。啊，讲这个天赦日甲关圣帝君的生日共一天，这100年只有3届的机会，错过这届，还阁等57年。 农历6月24是天赦日，同时阁是关圣帝君的圣诞。台南善华庆安宫透早就真侪信众来伫祭拜，对道长念素文，加强上帝禀报甲谢罪，祈求素财保平安。消灾解厄嘛，然后来祈求我身体健康，然后事业顺利。 今日庙方嘛特别准备寿桃、寿面、甲高粱酒以及川菜宴席。 来甲关圣帝君做生日，咱关圣帝君，咱拢会跋杯看伊要食啥物，要台菜，也是要迄落日式的，但是伊要食川菜。庙方嘛表示讲，天赦日甲关圣帝君圣诞共一天，伫本世纪100年来嘛，敢若3摆机会，这摆若对无着，就要搁等57年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